大家好，这2天一直在艾特我的一些粉丝，有一些还不关注我的一些人还艾特我。你艾特之前，你先关注我好不好？我又不认识你。然后呢，艾特是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小姑娘，好像是个主播，叫孤立带你到新疆来，一个小小的姑娘，她发了什么作品？什么？有人在恐吓她似的。然后这件事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想。然后后来有一些粉丝说是，叶哥你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好，我看了一下他做出来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挺好的。他正在学习当中，但是呢，历史是比较谨慎的一个课门啊。只是在书面上或者记载当中的这个问题，这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民族史。民族史它带有的是文化，带有的是语言，带有的是这个习俗、信仰等等等等。所以说，关于一个哈萨克族的这个形成问题说是这个黄金家族蒙古的，没有他们的哈萨克就形成不了似的，不是这个概念的。哈萨克的名称的来历，你也得认知，你也得知道，是蒙古的黄金家族。当时的蒙古黄金家族，他已经是钦察文化圈里头的人，而我们的前面的语言也是钦察语，它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形成出来的维吾尔族也是这么个回事，它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群体，有吐火罗人，有塞人，有苏特人。后来有一部分卡尔卢克人，还有回鹘人等等等等，乌古斯人，各种各样的融合以后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维吾尔这个概念。所以说历史，尤其是说民族史，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能说是我听了谁的，或者是我看了什么我就说出来的话题。所以我建议这小姑娘多去学习像我们也算是一个大爱好者我都学这个东西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还得需要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客观的逻辑思维，你不能以就是个人的这个民族的情绪去理解这样会一塌糊涂的。然后有很多喷子，每个民族都有喷子，你不可能把这个民族喷你以后，你代表着维吾尔族，他代表着哈萨克族这种概念去炒作，这是非常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低等的一种行为，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个不友好民族不团结这种现象。所以呢干什么事情都得用头脑过滤一下说什么事情你也得有一定的知识量和基础才能说出来，好吧？好，我就说这么多，让这些粉丝让我说，我也只能给大家说一下了，好吧？本来我是根本不想说的。好，大家再见。嗨，大家好。好多这个所谓的历史专家们都爱讲这个哈萨克历史不知道为何是不是有流量还是怎么回事？我作为这个哈萨克族的叶将军，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简单的这个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哈萨克族的来源。这个一方面这个抖音平台上只有3分钟时间，我也没有编辑直接发出去那种概念，所以这3分钟之间能讲到多少算多少哈萨克族它按照这个哈萨克共和国历史教科版本上面，包括中国包括国际上面所有的认可，哈萨克族有4个来源：一、斯基泰塞萨克；二、匈奴吴努；三、于孙吴孙；四、这个康居唐勒主要是这个4个群体，而且这个四个群体也都是并列的，以前生活过就是大家都有过王朝有些时代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这个4个群体主要是2200年到2700年800年之前的这种状况。而我们所知道的游牧，就是正儿八经的4季专场8季专场的这种游牧概念，也是顶多3000年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在哈萨克斯坦地区曾经有过这个喀拉苏文化呀还有这个米努辛斯克的这个影响呀，还有这个阿凡涅契文化、安德烈诺夫文化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不用说了。比如说博泰文化5000年前的这些我们都不用说了。我们为什么说历史？历史上面民族史它主要是这个生产方式和这种归属感。游牧既然是咱们哈萨克这种核心的这种生产方式，那我们只能从这个4个群体开始说起。
萨克大家可能知道，萨克是个比较大的一种概念。曾经的这些希腊人呢，这个把他们记成这个斯基泰 （Skif） 比如说这个萨尔马提亚人呐、马赛盖特人呀、提格拉浩斯人、天山塞人等等，像康居人和后来的这个正儿八经的高车康格勒的一种融合，这些都是跟哈萨克的祖辈的这个历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的哈萨克族就有阿尔登这个部落，比如说这个乌孙现在的哈萨克族还有这个乌孙这个部落。所以呢，哈萨克这个民族的来源就是跟这个欧亚草原上各个以部落学的角度走，而且还可以用分子学的角度，按照以前的考古所发现和现在哈萨克男人的这个外染匹配，都可以证明，这一部分人群和我呢是有共同的关系。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我还可以说第二部啊。好，大家拜拜。大家好，这2天有位民粹又发了个关于这个毡房的作品，说什么哈萨克的毡房是母的，这个蒙古的是公的，还是哈萨克的是公的，我都搞不明白了。毡房是不分这个公母的全世界呢，目前最早的毡房，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最早的毡房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是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一个文化。这文化当中后来又分成了2个小文化，叫阿拉库鲁文化和这个佛多洛沃文化这2个小文化当中都已经找到了这个最早的毡房，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毡房这个毡房是由这个骆驼的皮毛所做出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哈萨克斯坦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地区的博物馆也能看到。后来呢，喀拉苏克文化出现，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800年，在这里喀拉苏克文化它的地域主要是西伯利亚，还有这个米努辛斯克盆地，包括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这一部分草原。而安德拉诺沃文化，它的体现度可能是更大一些。安德拉诺沃文化就是前面的那个文化它的地区是从这个里海的东部开始算起，一直到阿尔泰山。北部是西伯利亚地区，然后南部都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为止。然后呢，喀拉苏克文化，它的地区感要比这个安德拉诺沃稍微少一点，稍微小一点在不同的时间段，喀拉苏克文化也是已经找到了这个毡房的痕迹但是这个毡房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二太群体，我们不分什么哈萨克、蒙古的，我们的二太群体是什么时候才接收到这个毡房的文化呢？那是因为之后的公元前700年、600年才开始，斯基泰塞人的文化才引进到这个北亚区域，也就是现在的狭义的北亚和中国的北部这个时间段才有了正儿八经的就是4级转场、8级转场的游牧毡房。明白了吧，大家？所以后来的匈奴国后来的这个回鹘后来的这个蒙古它都是延续了这个毡房的文化。至于毡房，它自己有各种各样，每个民族它都有自己的毡房。比如说，柯尔克孜的毡房稍微高挺一点，哈萨克地区它风大，它稍微矮一点。那蒙古地区也是风大，所以它会搞得更宽一点、更大一点。还有毡房的一些构建，就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巴什基尔地区的毡房，它是比较矮的，别看巴什基尔人个子高，所以各地方的毡房由于它的气候需要，它的这个构造也是不同的，好吧？好，大家科普完毕多学习，拜拜。嗨，大家好今天看到的一个评论特别好玩，说是这个哈萨克跟乌孙人是祖源上是很有关系的我非常认可那我说那挺好的呀本来全世界都认可哪里都认可，对呀他说但是乌孙国跟哈萨克汉国是没关系，说是那好汉朝跟这个宋朝有没有关系那后来的这个元朝和后来的清朝有没有关系那么后来的清朝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关系？你们自己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的这个版图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关系呢？它就是奠基着中国，对吧？那哈萨克跟乌孙国没关系了吗？乌孙国之后有很多国家跟这个乌孙也有关系对吧？
匈奴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后来分出来的，什么突厥还有蒙古，这些都是慢慢，这是改朝换代，继续有了基础，然后继续建立新的国家，对不对？有关系还是没关系？领土上绝对有关系啊，对吧？那汉朝曾经在这个西域这一块有了这个都护府，对吧？那当然跟现在的这个中国也有关系啊，对吧？啊，大家都能谈到这个方面，对吧？你要是说是你们没关系，那你也得没关系，对不对？你得客观呀，有些东西认知怎么回事？这是说是你的祖源有关系，但是你个国家是没关系，那个祖源有关系，那肯定国家也有关系了呀。就是你的祖源建立的那个国家，那肯定是跟现在的你也有关系啊，跟现在你的这个所处的国家也有关系啊，对吧？大家思考学习的时候必须要客观，这里没有任何什么代表什么ZZ 什么立场啊，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不能做这个格局小的人，你越扩大你的思维越正确的话啊，越正常的话，越客观的话，你才能不光是能学习到这个历史，也能学习到更多的这个古代的一个政治概念啊，它的基础和它的延续概念。好的，今天说少一点，就说这么多，好，大家拜拜。